由童年嘅一句金句講起啊，唔知大家細個咧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就係叫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嗰陣時候咧，啲長輩都成日講：咦，你唔讀書啊？可能咧大個咧要翻鄉下、翻內地耕田嘅咯。啲老師又會講：你讀唔掂書嘅話，到時翻內地讀啦。香港係唔會等你嘅。喺咧我哋細個年代嘅時候，翻順德呢3個字咧係懲罰嚟嘅，代表咗你失敗，代表咗你冇用，代表咗你俾人淘汰。但係今日你打開電視，碌下手機，見到香港人逼爆深圳、逼爆珠海、逼爆中山，星期六日嘅福田口岸啦、蓮塘口岸啦，多人過演唱會散場，仲有越嚟越多香港人咧退休，唔係去英國，唔係去加拿大啦，係翻到嚟內地去定居。究竟呢個轉變咧，係香港人變得務實啊，定係真係要窮到翻內地先至生活得到呢？今日咧就想用少少時間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咧呢一個話題嘅。咁第一部分啦，咁我哋先要了解一下點解以前嗰個年代咧翻順德咧係一個貶義詞嚟嘅。咁要明白今日咧，當然咧要明白嗰個年代啦。喺70、80年代，香港起飛，屬於咧亞洲嘅四小龍，係亞洲嘅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對面一河之隔嘅內地咧，仲係農業社會發展中嘅階段。嗰陣時候咧，大家翻內地代表啲咩啊？就係代表咧，我哋喺香港讀唔成書，要翻鄉下啦。即係代表你生意破咗產，可能要翻內地投靠親戚；代表你揾唔到工或者冇地方收留你。社會嘅潛台詞就係你一旦翻咗去咧，就好難翻轉頭啦。所以咧，當時香港人咧好搏命嘅，住劏房咯，打幾份工啦，即使好辛苦咬住個膠袋，日日咧捱飯盒都好啦，都唔肯翻內地嘅。因為翻順德呢3個字咧，喺嗰個年代嚟講，一定係恥辱。但係咧，突然之間去到2020年嘅時候，完全唔同晒啦。今日北上咧，可能唔係退路，而係一個選擇。你星期六日咧，翻去內地去羅湖睇睇啊，拖住篋帶住小朋友，老人家咧慢慢行嘅，好多都係香港人。佢哋去做咩啊？佢哋深圳食嘢飲嘢，去飲喜茶、食海底撈、打邊爐、按摩、去行商場、去買餸。有機會去埋滑雪去玩添，應有盡有。再遠少少，去到珠海、中山仲誇張啊！我有啲朋友，佢爹哋媽咪退咗休，就直接咧係買香港層樓，喺中山、珠海換個過千尺嘅單位，然之後咧仲有錢剩，淨係靠搣住啲錢咧都可以過好生活啦。佢阿爸話：香港一個月管理費咧，可能咧已經夠佢喺內地啊居住啊一個人嘅使費啦。又或者好似而家有啲年青人咁咯，佢哋可能喺香港去創業嘅話，成本好高。佢哋喺內地接啲 freelance， 接翻香港嘅 freelance， 然之後咧喺內地創業，喺內地生活，租啲工作室，1000零2000蚊就搞掂啦。亦都有機會啊，佢租嗰間工作室啊，仲大過喺香港租嗰間屋瞓覺嗰個地方。以前咧翻順德咧，人哋會同情你；今日咧翻順德嘅話，人哋可能會仲問你：喂，仲有冇位啊？我都想上去喎。我覺得時勢之後咧，呢個咧對於大家嚟講已經唔係一個退路啦，可能係一種生活嘅策略。好啦，我哋去翻我哋核心嘅問題先。到底咧呢個選擇係務實嘅選擇啊，定係窮人咧先至要翻內地生活呢？嗱，首先我講第一點，我覺得咧呢個唔係窮人嘅專利嘅。但係大家而家睇睇，而家北上嘅人咧有基層啦，有中產啦，甚至乎咧有專業人士咧，同埋有好多老闆。嗱，基層嘅人咧，佢可能咧喺香港退休之後咧，咁就翻去內地生活啦。生活使費咧係真係低好多，慢慢喺度養老，唔使咧佢慢慢搣佢嗰嚿本金去生活，可能就係利息都已經夠做啦。中產嘅可能一啲唔同嘅行業啦，佢喺中山、珠海、惠州買層樓當度假、當平日放假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有錢人啦，可能有啲生意人上去北上開間公司，順便攞埋稅務優惠，順便咧可能亦都考慮咧喺內地退休啦。咁你話北上嘅人咧係窮人先上去啊？但係點解見到咧麥當勞姨姨又上去住，又見到啲西裝白領咧而家都會北上去上邊買樓咧？第二點咧就係我覺得呢個係務實嘅選擇嚟嘅，而唔係投降。咩叫務實咧？就係咧，其實我哋香港人咧而家咧慢慢逐漸咁樣咧，已經唔係為咗面子而生活啦，已經係為咗我哋自己嘅生活質素而生活啦。香港租一個200尺嘅單位租萬幾蚊，可能上到北上去，可能深圳啦，租一個500尺嘅單位，可能甚至1/4價錢就已經租到啦。當然大家可能話，返工時間可能長咗喎，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每個人唔同嘅選擇。喺牙痛喺香港排
牙科可能要排幾年，私家診所咧掹隻牙幾千蚊，超級貴。如果我哋翻深圳咧，我今日預約，我聽日幾百蚊就可以剝到隻牙啦，仲要超級好服務。而家上邊啲診所靚到乜嘢咁。退休咧，香港嘅養老院排到2046，貴到七彩。中山珠海嘅安老中心平一大截，環境仲要非常舒適，好似5星級酒店咁樣。呢啲咧唔係窮人嘅選擇，而係正常人咧都識得計數嘅一個數學題。但係咧，有時我哋都要講實話嘅，有啲人係真係逼住走嘅，有啲佢哋真係佢哋賺嘅錢唔係太多，退休嘅資金咧唔夠嘅時候，佢哋亦都要誠實咁面對現實，因為香港真係留唔到佢哋啦。咁啊，大家而家睇睇一啲數字。公屋嘅輪候年期咧，起碼要5.5年咧，都未必上到。私樓而家香港樓價仲講緊慢慢又升翻咯，講緊平均真係起碼都過萬蚊一尺。有啲人咧唔係想走，而係冇得揀。所以咧，我相信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原因咧，慢慢越嚟越多人咧北上退休嘅。呢班算唔算係窮人？如果大家覺得窮嘅定義係錢唔夠嘅話，我覺得佢哋有機會可以算，但係如果窮嘅定義係冇選擇嘅話，咁我覺得北上呢個選擇咧係俾呢一班人咧。但係如果窮嘅定義係冇選擇咧，咁我相信好多留喺香港嘅人咧，係咪都俾最近一句説話斬殺線所限定咗咧？所以咧，一個大家就話啲窮人先翻內地嘅，我覺得呢個説話太簡單啦，簡單到唔真實。與其問咧呢個即係選項係咪窮先翻北上，又倒不如我哋咧探討另一啲問題，就係咧講到呢度，我想問點解以前翻順德係一個懲罰嘅選項，變咗而家咧由貶義詞變為常態咧？咁其實我哋應該好好考慮一下香港究竟發生咗啲咩事？點解曾經有一個咧代表住夢想、代表住向上流動、機會處處嘅城市，今時今日香港人要捱貴租？定係北上生活，然之後去做選擇？點解曾經一個令香港人好自豪嘅退休生活地方，今日大家啲老人家又講，排養老院要排幾年啊？不如翻內地養老啦。點解會越嚟越多呢啲問題呢？我唔係話北上唔好，但係事實上咧，喺而家呢個社會，而家現時識得跨地生活係未來嘅一個技能嘅，能夠活喺兩個制度、兩個空間入邊自由遊走，我覺得係叻，而唔係蠢。但越嚟越多人靠翻順德先過好正常生活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唔係人嘅問題啦，而係結構上嘅問題。都係嗰句老話啦，我覺得咧呢個説話咧今日可能要改寫啦。得可以留喺香港，唔得嘅話咧，翻順德咧都係可以行得通嘅。北上咧已經唔係失敗嘅標記啦，亦都唔係變成唯一嘅出路。好啦，講到呢度，你咧觀眾朋友，你會點決定？定係你身邊有啲人已經翻咗順德啦？又或者你自己有冇諗過去行出呢一步呢？你覺得呢個係務實嘅選擇啊，定係被逼做出呢個選擇呢？歡迎留言同我傾下。如果你都中意呢類社會文化分析嘅話，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嘅影片，記得訂閱埋我嘅 channel， 開埋個鈴鐘，咁我新影片咧就可以即時通知到大家啦。歡迎大家喺評論區下邊咧踴躍發言同埋留言，你嘅發言可能會成為我下一個題目嘅一個 topic 嚟嘅。多謝大家收睇，拜拜。